喺好耐以前嘅核森林入面，住咗個叫黃璧膠嘅巫婆。佢表面睇落去好似個慈祥嘅婆婆，但其實佢心腸毒過痍子。佢最中意用黑魔法整一啲迷魂肉湯，專門引誘啲行山嘅村民入獄。邊個只要飲咗一啖，靈魂就會即刻被抽乾，身體變咗佢藥爐入面嘅柴火。黃璧膠害死咗無數咁多無辜嘅人，佢屋企門口堆滿咗白骨，佢仲會將啲骨串成頸鏈戴喺身。有一晚，佢發起狂嚟，施展咗一個大詛咒，令成個村莊嘅人都喺睡夢中即食而死。到今日，如果行山見到間屋飄出肉香，千祈唔好入去，因為黃璧膠仲喺度等緊下一個獵物。